我们新化区是一个运动风气鼎盛的一个区我们是少数区拥有体育运动公园的在37区里面，而且我们的各级学校也培养了各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顶尖选手。如果对于下雨天或是一些风比较大的情况下，对于使用这个球场的人会有相当大的好处。原先呢，我们体育公园里面本来就有户外的一个球场，那民众在下雨天或是艳阳天要打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热啊，或者是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也依据民众的需求还有一些市府，还有一些议员立委的一个协助之下，我们争取了这一座风雨篮球场的一个新建。那新建完之后，不论是在那个艳阳天或下雨天，都可以提供民众一个更优质的运动环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为了提升全民运动风气，台南市政府积极为地方筹措经费，新建风雨球场，让市民在雨天或是艳阳天都能有舒适的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会持续改善场馆等运动设施设备，积极营造安全及便利的运动环境。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风雨球场事实上中央补助了1020万，市府自筹580万，总共耗资1600万。那这么多的费用，事实上，可以带来地方上许多便利啦。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时候，那这个或是这个白天太阳高照太阳太大的时候，那我们风雨球场就能发挥功能不会免除日晒雨淋，而又能够专心运动的这个好处。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相当宽敞，总共有1470平方公尺，也就是将近500平，400多平，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那有这么好的一个遮蔽让民众安心的活动跟运动。那其实我们新化运动公园有很多设施，现在树木扶疏都已经树木都已经很高了。那所以说，有时候在树丛下，在树林下，有时候在风雨球场底下，都能够达到最好的运动效果。希望大家来运动，不要再找借口说什么下雨天，说什么太阳太大，有风雨球场就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月18号的中嘉台南第一新闻。顶个月伫溪坝第一条电动化公车的干线开行以后，市区的5路电动公车上午嘛正式营运。市长委贴亲自主持开行仪式，表示将全力配合2030年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打破大家对公车的刻板印象。15台电动公车一排相当壮观，嘛拢是虎城客运全新打造的大巴士。台南市为了配合国家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于1809年开始，就一步一步汰换柴油车成电动公车，目前已经50台。上午市长吴伟贴伫开行典礼当中，嘛以慰劳驾驶的心乐，希望共同创造热能新世代。传统对的公车那种这个乌贼车啦，或者是说那种柴油大巴造成空气污染的那个问题的刻板印象，能够从根开始来把它破除这样子的部分。公车以后就是干净能源的象征，公车以后就是快速便捷的象征。为了交通局表示，市府每一档以外30台以上电动公车为目标，除了电池充饱会当走250公里以上，所有车辆拢符合加地板的设备，而且装设无障碍导板嘛拢是标准配备，透过驾驶操作的相关训练，来服务有需要的角色。
我们的全市的电动公车，如果再加上这15辆呢，会达到50辆啊，那大概就是占全体市区公车的12%。那低地板公车的比例也可以来到50%几了。我想，这个我们配合这个2030年达到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呢，未来是每年以30辆的这个速度来做汰换。那也非常这个感谢客运业者的配合。面对全新的电动公车，除了向前列明，嘛政府真切侦测鼓励等先进的辅助系统，要让行车更加安心。它开起来比较舒适，然后加上它有一些其他的设备，像前面这个，它是如果你旧型的它是有个稍微旧型的它是有个的时候，它就会跟你讲说，请要专心开车这样。那还有前面几个是，如果说离前面车子太近的话，它也会有警示，它都会讲话。对，都有做安全设备。对，很多安全设备。公路公车目前是台南市运输量上大的路线之一，每一天至少有85班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来，我们一起来喽！倒数3秒，3、2、1，请充电！哇，看到分享认电的公车的龙洞公车。春节期间，货库欠货差不多是每一单拢会拄到，尤其这2单受疫情影响，欠货状况更加严重。所以，台南市建筑业3大工协会第1摆联合举办大型关怀活动，22号就伫台南公园欢迎市民响应。接近过年的时期，全台货库拢会出现欠货状况，尤其加上疫情以及天气寒冷。更加互民众出门捐货意愿降低，为了回馈社会，台南市3大建筑协会工会，包含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工会以及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首度携手发起捐货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挽救捐烈货。疫情严峻啊，大家拢看不出门在管会嘛。我说我们来做一次这次捐血活动，我跟他们2个工会的理事长讲，他们就二话不说，好，全力来支持啊，所以才能够促成这一次的捐血的活动。那我们的主题呢是同岛一命，抢救水荒啊。社会公益是每个人都应该善尽的。那每次有任何的事情的话，我们绝对都会支持到底。那因为护理师长的号召之下，赞助单位非常的多，非常踊跃。那也希望这次活动能够办得非常成功。这个捐血是可以救人命的，那救人一命呢，胜造7级浮屠了，所以希望透过工协会的这个平台，然后把消息整个传出去，也不只是建筑业的这些伙伴要来捐血，也希望抛砖引玉，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民众朋友，愿意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义作这边广为宣传一下，帮我们把人找进来。为了扩大宣传，议长郭信良、议员蔡宏全、陈义丁、陈碧玉、陈秋平、周丽金、李启伟，甲市府副秘书长王阳志，拢到场表达支持，呼吁大家拢会当捐血救人。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若咧欠货的时阵比较急诊线比较病，血荒是很严重。最近疫情又再次的拉警报，所以大家去捐血的意愿呢，就减少了很多。非常感谢我主办单位这次的活动站在台湾事业立场，绝对会全力以赴，加以宣导，加以宣扬，加以号召。让这个活动能够达到更圆满、更顺利，而且更有这个能量。同岛一命抢救血荒捐血活动，22号将伫咧台南公园登场，为了鼓励民众踊跃捐血，3大建筑工会也准备了红布袋甲全联礼券，要来送予热心的捐血人。因的目标是募得1000包的热血。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迎接虎年，北区区公所甲工艺师刘志文、丽玲公社幸福甲不动产合作，打造了青人，同时彩绘好牌、甲牌好字图案的技术画面，相当壮观。三国下合作，都要推广优质的宗教文化，嘛为市民新的一档来记号。
因应虎年来到，北区区公所为了推广虎爷的信仰，甲曾经得到台南美典传统工艺首奖的工艺师刘静文来合作，将虎爷的信仰甲工艺来结合。动员3名的匠师设计1061片的虎爷木雕，并且结合100年的学校、莅临国小的学童彩画，透过不动产公司的赞助，18号上午伫莅临国小的操场完成千人百艺的创举。福气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区长牵线哈，那我们的刘老师回馈我们学校，我们的大学长哈，希望我们小朋友今年虎年能够更加有福气，所以呢，他捐助了这一块虎牌，让我们小朋友自己彩绘自己的老虎，然后带回家，把幸福带回家。今嘛手上提的这个虎牌，其实是这几年你在台南市办了很多的活动啦，咱的活动就是从观光局、文化局啦，然后咱这个台南古城节，如果让小朋友去在各个公庙，或许有参与到这个虎牌的一个彩绘的一个活动，这个是拢由观光局或文化局，还是台南古城节办的活动，其实在这个学校我是毕业38年了，其实感动非常多啦。今年因为刚好也是虎年，所以刘老师以及区长来到我们总部，那邀请我们参与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在今天，我们所有的志工有来自于台南县市我们原本的台南县包括从仁德大家也是一早来这边参与这么盛大的活动。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志工，那也非常感谢北区区长，还有我们刘老师，还有王校长，还有我们今天教育局的副局长，让今天的活动这么盛大，这么成功。好，最后虎年祝福大家虎虎生风，幸福快乐。现场出席的有北区区长李煌新，还有局副局长吴国明、工艺师刘静文，加幸福家不动产公司的总经理李应吉。其中工艺师刘静文为了回馈母校，特别制作2片大型的虎牌，分别捐予莅临国小加不动产公司。而北区区长为了感谢工艺师加企业的赞助，嘛特别回请北区的伴手礼来致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02年虎年，小英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的新春红包甲春联，但是民进党部伫昨收到以后，18号上午马上发送，加上1块的福袋，要民众福运旺旺来。不过数量有限，欢迎民众提早到党部来摕。由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共同联名的福运旺来春联的贺词，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7号收到以后。18号上午马上进行发送。台南市党部主委潘新川表示，因为今年是金虎年，虎甲福的发音要同，预祝国人虎年福运当头，事事顺利。今年一年要搁到今仔日因为这几天这个红包甲春联打来，今年咱是虎年啦，蔡英文总统特别做这福运旺来春联要互民众来索取啦，甲1块红包福运旺来，大约做福运旺来啦。而且台南市党部代表蔡英文总统祝大家福运旺来啦，大家新年恭喜。党党部伊是统一包括规个党公职，整个党公职它是寄到。拢由迄个台南市党部统一发配，阮今仔日昨收到了，今仔日可能就统一全部拢发配互全部，包括迄个立委啦、议员啦，搁你爱传里长、甲里长啦，甲阮的执评委干部，今仔全部要发落出去可能预期效果可能会无够啦，无够毋过阮党部有咧增加。要印迄个议员红包互大家沾个喜气啦。除了春联的贺词，另外嘛向前议员副食的1块的福袋。市党部主委潘新川除了带领全体党工向大家来拜年，另外嘛开放民众前往领取。上午吸引袂少的民众排队领取，因为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大同中央酒店举办岁末围炉的公益活动，已经迈入第8届。饭店今年传450多份爱心的年菜，要予淡市道基老人等弱势。副市长戴谦特别教场肯定饭店的善行，也为社会助力温暖安定的力量。大同中酒店第8届岁末公益围炉寒冬送餐团保爱活动。热心准备了450份主厨特制营养爱心年菜甲伴手礼，连接15个社会团体，协力关怀咱市的独居长辈、弱势家庭等族群，希望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台糖长荣酒店这个寒冬送暖送餐这个活动已经进入了今天是第8年。那前几年大概从2015年开始的话，我们就在这个场地大概是30桌，大概有350个人左右到400个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整个从周3公益活动，我们所服务的对象总共有23个弱势团体，因为有的比较偏远，那今天总共有15个社会团体，我们来这个寒冬送暖这个围炉这个活动有15个团体。那我想因为去年的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透过大家要把这个餐食这个整个我想过了一个好年，那就是把餐都送到他们家里去尤其这一次来讲是由大都会特别来协助我们来运送，我是发自内心。那今年来讲又加入了福助，福助又把他们的饮料好这个健康的饮料来加入，让这个餐食更丰富。然后我们也特别这一次中华医师科技大学的营养餐理系的主任，还有带着他们的团队共同跟我们开发一些比较养生的，让他们吃得健康，吃得好。大同中酒店多年来关怀弱势善心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副市长戴谦、社会局长陈英基、议员吕维应也拢到场表达感谢。长荣桂冠，我们郑总经理呢就已经很清楚的做到市长的这个期望。我们把餐送到弱势这个低收入还有独居老人需要协助人的这个手上，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这个年。在关心弱势，还有包含在地食材的推广的部分，我们看到长荣桂冠酒店善尽了社会企业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东坡总经理。那我们也期待更多人来加入这个关怀弱势的行列，让我们大台南可以在我们的黄伟哲市长的努力之下，变成一个最幸福、最温暖的平台。饭店总经理郑东坡表示，会当持续办理这项公益活动。爱感谢真侪消费者透过周末爱分享活动能够善款，还有20多位饭店会员响应领导。另外，福地台南婚宴赞助营养饮品，大都会客运车队也协助发送这450份的温暖餐点，预计将伫咧17日开始配送到弱势朋友手中。台南新闻赵秀维、许曼珍采访报道。今日一度的水高城冠村年会大家，去年因为疫情无办，互大家拢真失望。今日定1月21到23将再次热烈登场，到时除了古早冠村的美食甲伴手礼，也有精彩表演，欢迎遵守防疫规定，小少来到热烈。水高城园区对2019年底开幕以来，以过去空军官舍等文化资产为场馆，已经成为淡市新兴的旅游景点。而随着年节脚步愈来愈近，由民德里甲社区发展协会合办的年会大家，就选定伫遮举办。南区公所为了宣传知名的冠村美食，伫这位民代小厅特别召开记者会，会中摆出腊肉、水饺、卤味、大饼甲狮头等，拢是传统应景的古早味甲年会。
北郊社的眷村美食，其实就是我们在地的冯妈妈腊肉香肠，以及它的红烧狮子头。那这个呢，一直在眷村里头流传。为什么？因为它是最道地的、最在地的眷村美食。有这样澎湃眷村好料，区长邀请大家1月21到23踊跃来选买，当然嘛提醒民众配合疫情，禁止一边行一边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把我们的眷村美食带给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那所以欢迎大家21到23号到我们水交社文化园区来一起欣赏我们的活动，那也欣赏顺便品尝我们的在地眷村美食。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哈，那原则上我们采实名制，那我们也会量体温、戴口罩。那沿途我们也会有人举牌。那另外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参与活动的摊商，现场绝对不要提供试吃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大家共襄盛举，把这个疫情守住，也让我们的活动办得更成功。主办单位表示，到时除了美食，也提供写春联、木工、动手做等亲子的体验活动，加上艺文团体表演，欢迎小姐来到内面。当然，新闻古籍采访报道。为了增加新春期间游客来台南行春的趣味，地成功祖庙连续8档举办虎城成功灯会。今年嘛，伫周边的古迹规划出7大灯区，同时邀请这位知名的书法家现场写春联小送，欢迎民众到场参观。举办迈入第8档的虎城成功灯会，今年总共规划7大灯区，分别是由成功大学、成功国小、第一幼儿园、中安国小、乐兰州失智症协会、台南市书法协会、台南市乐墨书法协会等单位协力创造活动。1月18日开始，将照亮中义路地成功祖庙周边的道路。郑成功祖庙今年已经连续第8年举行虎城成功灯会。我们郑成功祖庙最主要的灯会是结合书法家来写这些，而且现场挥毫写这些灯会。那目前呢，我们的今年的灯分成7大灯区呢，有成功大学灯区，还有成功小学灯区，还有长安国小灯区，还有第一幼儿园灯区，然后呢还有乐兰州狮子协会灯区，还有台南市司法协会灯区，以及乐墨协会灯区，总共7大灯区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春节的期间到我们郑成功祖庙来这里走春拜拜。地成功祖庙今年的灯会也特别结合了中西区公所、商局第7大队共同举办，做伙推广台南行春的特色。感谢咱郑成功祖庙咱看到8天来办这个灯会啦咱搁伫这个西区这边到府际线的灯会转名啦咱郑成功灯会郑成功祖庙灯会嘛办4年啦今年则特别讲咱这个这个消防局遐毛这个结合啦让周边来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而且让整个农历年我们一直传统的一个节庆能够更有味道。那我想今天看到整个大殿也好，那我们外围的庭院也好，还有我一直会延续到中正分队，我想这盛况可期。2022年虎城成功灯会活动日期自1月18日开始，一直等到2月28日为止。伫1月31到2月15日，有成功祈福灯，予民众点灯求平安。2月1号到6號，各有過7層路兩成功橋的活動，予大家步步高升，邁向成功。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月18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